在花莲的吉安乡，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停伫路边的车的玻璃有当时会出现怪怪的液体。外底就是讲是鸟仔屎，落尾安监视器了后，才知影是讲有一个查甫人会乌白共配痰，佮唱片。目前已经有不少民众报警察处理啊。这是花莲吉安乡东里一家车辆停伫这间柔道馆附近车窗顶悬的垃圾，还有白色的泡，感觉无啥对。我以为是鸟大便或者是什么，结果看一段，不对啊，这个很像口水干掉的痕迹这样子。附近左边装监视器，果然发现有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来这个所在唱片，不过附近的人无人捌伊。他在凌晨3点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动作，他的举动不是只有吐痰跟吐口水，是这个擤鼻涕的过程，让人家更恶心了。因为受害民众真多，大家的车嘛无违停，是因为烦恼会有传染病，所以报警处理。警方获报后立即协助报案人完成报案程序。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，请拍照收证后向警方报案。根据附近厝边的统计，这个查甫人奇怪的行为已经半年啊，受害车主有7个，虽然无破坏车，不过因为收垃圾太高，希望警方赶紧把这个怪人抓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